阿狗去倒位？大家好，我是阿狗，咱今仔日要来食耍。哇，这足大吼！紧嘞，咱紧来看卖。诶，迄是啥物？诶，上顶悬这敢是猫啊？猫啊，敢是伫楼顶？真正有呢！这应该是狗仔呢，有大只的狗仔，啊，阁有细只的狗仔。这敢有足侪狗仔的。狗啊，拢伫遮呢。嘿嘿。阿姨，嘿，咱遮有足侪狗吼。对啊，因拢是咧等厝的狗哦。等厝。是啊。遮敢毋是因的厝？毋是，这只是暂时的厝尔。暂时的厝。对啊。小宝，你看，遮，哇！小宝，你困的所在，阿姨拢帮你拼做甲足清气的呢。哇，因伫遮算甲足欢喜呢。哇，煞袂记得阁有猫仔呢，咱紧来去看猫仔。猫仔伫倒位？猫仔，猫仔伫咧遮？真正有呢。这间有2只猫仔，因伫咧晒日头呢。这间有1只猫仔。这嘛有猫仔呢，咱来找因耍。哇！这多大的呢，也舒适哦。你来，你看，你这古水的呢？你要去倒位哈？有啥？伊毋知你看啥呢？今仔日真欢喜，看到足侪狗仔甲猫仔的，连工再过来找恁耍。你有看到我无？干嘛别太开？你有看过无？搁猜一摆。哇，是鸟仔呢！妈妈拢安尼菜溜顶互我食，这边
看起来亲像一蕊花。无怪内底有足多籽耶。咦，它会变成一只猫仔咧？高山啊高山啊，咬白树，树脚树顶缀白酱，一只象，脚上伫咧唱。高山啊，来甲斗脚手。高山啊，咬白树，大只象，真享受。高甲象，讲话无共腔。一条歌，咱来斗阵唱。高山啊，歌高唱，大只象，真芳潮。高问唱，你哪拢无唱？唱花到，予我时间想。慢食啦，啊，把我烫鞋仔哦，鞋仔烫伫遐，啊，若会使，迄落鞋仔嘛烫落来，较袂骨，嘿，拢烫伫遐哦，是无好，较袂骨啦。请问你今仔要来上啥物课？Yoga，嘿，对，咱要上 Yoga，上囡仔的 Yoga。请问你叫啥物名？麋鹿，麋鹿哦，哦，真的呢。啊，请问你敢有足介意的动物？兔啊，兔啊哦，啊是安怎你足介意兔啊？因为它撑有一粒。哦，脚上有一条尾溜安尼圆圆，足够水吼，哦，足够水的。敢袂使学一下兔啊的？来，我看卖兔啊跳起来，跳，我来试下，来跳安尼。我要互一寡挑战，互恁试看卖哦。好，准备出来，跳。哎对，不过，来，准备要收水啊哦。来，收水到拍的，拍伫水顶悬哦，准备哦，手招啊，啊拍水，啪，啊你拍紧拍咯，啊拍水较会紧动哦，啊拍水哦，我看卖，这一只水鸡收较紧，哦这只有，哦这只嘛有，哦大家拢冲出来啊，哦加油好，来停，来，啊即摆来学飞头去飞头。这该飞10秒哦，看飞头手有力无？准备开始，飞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哦，会无头啊？飞无头吼，来哦，我准备一箱头。来，准备好飞头起开来飞哦，哈。来，准备开始，哦，这飞往边飞。Go，加油！哎，2脚，用拼！哦，啊，飞！哦，来，咪就塞，来塞啊，安怎做？来塞啊，1、2、3，哎，水哦，水。
不要紧，啊，都有啥变树，我看到一只树伫遮，哦，这两只，哦，三只，哦，四只，哦，五只，咱即摆是红鹤，红鹤，嘿，一支脚哦，嘿，咱即摆先举一支脚，豆豆啊变做鸟啊，嘿，豆豆咯，嘿，对，脚袂当落哦，个豆豆变做红鹤，对，个豆豆变做鸟啊。做伙讲台语，土啊，土啊，水鸡，水鸡，问地鼠，问地鼠，梅仔嘛腾得来，梅仔嘛腾得来。啊，嘎抓！我多跑一只嘎抓嘞。再会，再会。嘎抓走去倒去哈。今仔喵喵。再会，再会。